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有读到两段的经节，一个伫约翰福音，一个伫以赛亚书。伫即两个经节内底，咱要搁一摆通过大讲节来思考，咱的生命到底是甚物款的光景？伫1961年4月12发生一件人类历史顶悬非常伟大的代志。就是苏联第一摆发射着有人驾驶的太空船，然后上到外太空。我想过去真侪人看到迄个天，拢会想讲，即个天的顶悬有啥物物件？伫1961年第一摆人类做到，然后当遐个太空人迄个太空人免哪读。Yuri Gagarin， 我无足好读吼，我想这是苏联的一个名。即个人伊对驶迄个太空船对太空转来时，伫迄当时的总书记共产党总书记赫鲁雪夫甲伊问：你敢有看见上帝？然后即个人，即个 spaceman， 伊甲伊应啥？敢有看见？无，无看见。所以后来赫鲁雪夫就用这四过去甲讲，我去到外太空，敢有上帝伫遐？无伫遐。后来有真侪故事，拢讲即段话是即个太空人讲的，其实毋是即个太空人讲的，是即个赫鲁雪夫讲的。赫鲁雪夫是安怎要安尼讲？因为赫鲁雪夫要伫迄当时用政治的方式证明。没有上帝，伊想要证明没有上帝。一个月后，格里汉，有一个牧师叫做格里汉，伊选伫伊的布道会顶悬讲，有一只大蟳对涂骹爬出来，然后头揢起来，看看的，我无看到赫鲁雪夫，所以这个世界没有赫鲁雪夫的存在。我想真侪人捌听过这个故事。人一直在敲吹上帝在哪里？但是人咧找上帝有两种意思。第一种的意思是讲，上帝啊，你在哪里？互我找到你，然后我有真侪话要甲你讲。第二种的想法是，上帝啊，你在哪里？若无看袂到上帝，你无法度证明上帝，请你莫甲我讲上帝有存在。所以我想要请问大家，你有看见上帝无？伫你的生命的中间，你有看见上帝无？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底，以赛亚书11章，其实这段经文是一个真重要的经文，因为这段的经文是要安慰当初时的以色列百姓，要甲因讲：你茫绝望，你茫伫这个中间，你就放弃。因为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伊伫遮讲，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对伊的根所生的枝要结果子。伊伫遮讲着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其实伊伫迄个中间所要讲的意思是啥？今仔日咱以色列，今仔日咱犹太人虽然亡国，但是上帝犹原要通过亚西的根，来出一个应允。继续起调咱即个国家，咱即个民族，所以毋通绝望。虽然国破家亡，但是咱还阁有盼望。所以伫迄个中间，第2节伊全讲起，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记忆甲能力的神，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然后用即个要诚做一个开始讲。上帝要赏赐伊的神，甲咱三角地带，互咱会当延续，互咱会当继续行。然后上帝要用真侪无共款的物件，要重新互咱转去到过去和平的迄个光景。所以你要看见牛、羊、豺狼，亲像兄弟、亲像姊妹伫迄个中间会当做伙徛起。你会当看见人甲人会当伫遐做伙徛起。你会当看见国甲国，毋是用小战的，总是用另外一种和平的方式三角徛起，然后到迄阵，咱遮国破家亡的
犹太人有一日会当搁转来，搁转来到伫上帝所应允咱的迄个所在，转来到伫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我想即段经文上界重要的，就是伫即个中间，伊要互人重新看见有一个愿望伫咱的中间。然后即款的愿望要互咱转去到过去迄个和平真好的光景，要互咱伫即款的光景顶悬，搁重新得到咱过去所有的迄种的荣耀甲愿望。我想即段的经文对当初时以色列百姓读到了后，大概是目屎一直流，因为伊通过以赛亚伫即个中间所讲的即种的预言。会当重新看见到上帝啊，感谢你，你无放杀我。但是，敢有人知影以赛亚后来安怎死的？以赛亚后来安怎死的？伊是去用对腰斩断。所以，即个先知以赛亚是伫犹太人历史内底一个真伟大的先知。但是伊最后是去互因家己的王斩腰斩死。我想伫即个中间，先知以赛亚伊所要宣讲的，就是要互伫迄个忧苦、绝望、踮伫黑暗内底的人，重新搁看见，毋通惊，毋通放弃，咱还阁有愿望。伫即个中间，伊特别提到。可以帮我按下一页吗？伊特别提到耶和华的灵要踮伫伊的身上，然后踮伫伊的身上顶悬，要有智慧甲聪明的灵，智慧甲聪明的神，记忆甲能力的神，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我想这段的经节所讲的这个能力是人真爱的。所以真侪人伫迄个开会中间，也是伫人甲人互相祝福的中间，拢要伫遐讲：上帝啊，求你的神赏赐阮有智慧，赏赐阮有聪明，然后搁较好诶，你若是要做头家咧，求你赏赐我有计划吼，计划就是计划啦，有计划甲能力的神。互你赏赐我的神，互我不只是会当计划，我阁有能力会当去做。然后啊，爱互我有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但是常常大家咧读哦，拢敢若读到智慧、聪明、计划、能力，然后阁加一个知识，啊，拢甲啥物会跳过？敬畏耶和华的。伫即个中间，咱要重新阁看见，是安怎以赛亚要伫即个中间。重新互人看见，讲毋通失望、挑战，然后上帝的神要赏赐你，要互你有迄个智慧、聪明、能力来处理地面上所有一切你着处理的，甚至迄款的处理是处理啥？是处理你伫失败、艰苦、目屎、艰难、背动动的中间，要重新头放起来。我想伫即个中间，咱重新来学习，到底以赛亚伊对甚物款的人咧讲？伊是对真请赢、真好犹太人、以色列人咧讲吗？抑是对伫一个真悲惨、真无愿望的人咧讲？伫咱即几个月，咱拜三的查经班，咱一直咧查，有查到真侪批信，遮个批信拢共一个人写的，甚物人写的？保罗写的，保罗有写着真侪批信，对使徒行传会当看到伊真侪故事，对加甲的书信会当加甲的批信会当看见伊安怎处理人甲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也会当伫真侪的中间来看见即个保罗伊生命到底是安怎的转变。我想有一项。咱伫即个中间，拢咧看保罗，伊是用偌好的批信，咧诚做人甲人之间的鼓励，甚至写罗马书，互人看见基督教的教义定义到底讲的是啥物。但是，阁有一点阁较重要的是，通过咱伫即个查经的过程的中间，其实咱会当了解保罗即个人一开始伊本来是啥物。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
保罗嘛是一个罗马公民，保罗是一个有读册的人，所以当初时，当伊要去伫大马色的路人，伊要去，伊是要去做啥？伊去互耶稣的光照着，但是伊是要去做啥？伊本来是要去掠基督徒的。伊伫掠基督徒的中间过程，甚至是司提反要互石头啃死的时，保罗安怎？足赞成。所以保罗原来是一个迫害信徒、迫害教会的人，但是当伊伫大马色的路人，有一个光照伊，互伊人生完全无共款。伫圣经使徒行传内底记载，当保罗去互光照着了，伊的目睭变安怎？青迷，伊无看见，所以伊爱有人带伊行。但是了后，咱发现，伫一连串主耶稣伫伊生命中间所做的，互伊改变的经历，后来咱看见的即个保罗，伫使徒行传14章后壁以后，伊诚做一个奉献家己，诚做一个传福音，伊拢总有几摆的传道，我手拢举安尼啊，搁3摆的传道，所以伊拢总走去到地，上远走去到地，欧洲对无？走去到伊对亚洲走去到欧洲，然后伫欧洲建立第一间的教会是倒一间？敢会记诶？敢会记诶？当去找哦。保罗伫迄个中间，伊奉献家己，伊为主受苦，然后伫咱最后所查经内底读到加甲的批信内底所讲到的保罗，伊所写的批信有非常无共款的所在。伊本来是一个脾气诚定，然后诚有原则，但是一直到尾，咱最后读到的腓利门书，伊是摕着两个身份非常无共款的人伫遐做好好的使者，一个是腓利门，一个是阿尼西姆。伫即两人的中间，一个是做主人的，一个是做奴隶的，要互因伫原来身份的中间重新和好。我想保罗伊有伫人生内底有遮尔大的转变，伊会当写遮济的批信，毋是因为伊有外头。我想保罗伫即个中间，伊上界主要有即款的改变，是因为主耶稣的光临到伫伊，互伊的生命重新换新。所以保罗伫即个中间，伊所表现出来是啥物？毋是即个人有外貌，是即个人有偌济改变。即个人的改变，才诚做咱今仔日伫遮所读圣经一个上界好的见证。亲爱的兄弟，若是安尼，咱的信主敢有互咱的生命改变？咱的礼拜敢有互咱的生命改变？咱的聚会敢有互咱的生命改变？有人咧问讲，教会事工甲外口的社团有啥物无共款？那对我来讲，伊的定义只有两项。教会事工甲外口社团上界大的无共款，第一个是所做的事工爱有福音的成分，所做的事工爱有福音的成分。所以无论教会要办啥物款的活动，爱有福音的成分伫内底。所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第二项，教会事工真重要的就是爱有栽培甲起造。迄款的栽培甲起造，就是要互无信的，也是初信的，也是伫迄个中间还无够野的，会当伫迄个中间受到起造起来，然后成做另外一个新的传福音、带有使命的人，继续带后壁的人继续往头前行。教会事工爱有即两个真重要的成分，但是咱嘛伫即个中间重新来反省，是毋是伫咱中间，咱每一个人伫教会内底，拢因为来到教会，互咱的生命有改变？是毋是因为咱的改变，成做一个好的见证？是毋是因为即个见证，互咱的家庭会当起牢伫即个信仰？因为咱家庭的好见证，
互搁较侪人看见咱所行、咱所做的，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上帝。当咱含拄仔伫遮看，耶和华的神要临到伫伊的身上，要互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灵，要有记忆甲能力的灵，要有知识，有遮的灵临到伫一个所在，独独要成就一项上界重要的物件，叫做啥物？敬畏耶和华的灵，然后伊要用敬畏耶和华，成做伊人生的喜乐。我想，这才是咱伫即个中间所爱追求的，因为即个光临在，才会当互咱家己看见着家己的形。因为即个光临到伫咱的头前，才有法度互咱看见咱家己的路。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个性，咱每一个人拢有真侪无共款的习惯，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所喜爱要去追求的目标。咱嘛有咱家己的群体，但是即个中间，若毋是通过上帝，通过主耶稣伊的光照伫咱的内底，咱所读的圣经咱袂明白，咱甚至咱家己是一个甚物款的人，咱拢无清楚。一直到即个光照入来到伫内底，照伫咱的内底，才互咱重新来检讨，看见讲我到底是甚物人。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敢有每一个人拢真意爱上帝的光照伫人的身上？敢有每一个人拢足介意？有一种人伊袂介意，有一种人伊袂介意上帝的光照伫伊的内底，就是当伊知影伊内底有真侪袂当互人看见的事，伊毋爱即个光照入来。因为即个光照入来，会互人知影家己的欠缺；即个光照入来，会互人知影家己的见笑；即个光照入来，会互人看见我家己内底遐个不堪、遐个无够、遐个软弱。当咱每一个人甲人去这相处的时，咱拢永远期待将上好的表现伫别人的面前，互别人看咱是一个真好的。咱拢喜爱将咱上好、上体面的一面，互人看见，穿上好的西装，上好的面容，上好的化妆，互人认为咱是一个甚物款高等的人。但是，亲爱的兄弟，当上帝光照入来时，互人艰苦的是，咱看见咱家己内底无够雅、不配被砍一个时，咱伫上帝面前无地人比。所以你会发现，毋是每一个人拢真意爱互上帝的光照着，但是咱却通过即款的光，互咱的生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决定你有愿意甲无愿意？有人咧问，要熟悉一个人，要知影了解一个人，要用甚物款的方法？若是孔子安怎讲？孔子伊讲：观其言听其言，观其行。但是即句话头前本来还佫有一句，伊本来讲的是听其言，信其行，就是你讲甚物话，我就相信。但是自从伊拄着甚物人，宰予哦，伊拄着宰予，伊专讲着贪多咱讲的迄句话，伊讲哦，我拄着宰予，我开始换一个想法，我要听其言，观其行。我听你讲看卖，本来是你讲我就相信，我用这来办。但是拄着即个宰予的时，伊开始讲，我听你讲看卖，然后我嘛要看你做看卖。你是毋是做的，甲你所讲的有共款？亲爱的兄弟，人真侪不堪，就是伫即个中间，因为人所讲的，甲人所做的无共款。但是要安怎了解一个人？第一个，你爱观察，
伊的朋友是一个甚物款的朋友？伊所交陪的朋友是一个甚物款的朋友？因为物以类聚。然后第二个，你爱去听看伊平常时咧开讲的时所讲的物件是甚物？你嘛敢若听伊伫讲台顶讲哦，讲台顶讲的无准算哦。有一个牧师娘，甲伊的牧师讲：牧师啊，你今日讲台顶讲了有够好，我希望今仔下暗你着住伫讲台顶就好。啥物意思？因为你伫台顶讲的拢讲了足好听，但是你倒来厝里，你拢甲我拍。我想真济时，咱嘛是安尼，咱会当讲着足好听，但是咱要认捌一个人，请你去听伊平常时伫台面骹的时，伊所讲的话是甚物？你毋是伫正式的场合，伫伊演讲的中间来听伊讲，你着爱伫伊伫台骹的时，听伊所开讲的物件到底是甚物？然后第三个，搁爱注意伊的关系，即个关系是甚物款的关系？人际关系。伊安怎款待人？伊安怎甲人做伙行路徛起？伊怎样甲人伫遐交陪？然后最后分析伊伫人生顶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你会当通过安尼来认捌一个人。亲爱的兄弟，今仔日我嘛要咱用即款的标准来看咱家己。你有认捌你家己无？请你看你的朋友是一个甚物款的朋友？看你今仔日甲甚物人开讲所讲的话是甚物款的话？请咱注意咱家己人甲人、咱甲别人之间的关系是甚物款的关系？然后定心思考，咱伫人生中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到底是为着什么？亲爱的兄弟，有时咱伫认捌一个人，或是认捌家己的时，咱需要主耶稣，因为只有主耶稣会当赦免我所做的无够强，只有主耶稣会当怜悯我一生所行定定跋倒的所在，只有主耶稣会当互我搁一摆新的机会，甲我的朋友重新建立新的关系。也只有主耶稣愿意接纳我，互我伫遐搁有一口气，还搁会当做决定的时，上帝啊，帮赞我，互我即摆所做的决定是利益上帝，利益人。当咱用即款的态度来反省咱家己的时，请咱会记住最后一点上界重要的就是，主耶稣讲，伊来到即个世间，伊是光。今仔日你若无愿意领受主耶稣，有时仔是因为咱惊咱内底黑暗的所在去互人看见。但是主耶稣是光，伊讲若信伊的人，就无要住伫黑暗的内底。你要有即款的准备心。当咱无住伫黑暗的内底，咱是真正清楚明白咱家己的时，迄当时，我们是赤裸裸的站在上帝的面前。到迄阵，咱所要求的聪明、智慧、记忆、甲能力的神，是要帮助咱讲，上帝啊，求你搁一摆授予我有聪明甲记忆的能力，互我即世人行犹袂了的路，会当行伫你所欢喜我的道路。愿咱伫大讲节中间，咱每一个人有迄个勇气向上帝求讲：上帝啊，求你通过主耶稣所赏赐世界的光，也来到伫我的内底。求你照光我的生命，互我即世人无搁见笑，互我即世人的欠缺目屎，通通过主耶稣的临到，我搁一摆得到头目。互我无搁行伫黑暗的路，互我重新
来起做我头前所要行的路。愿上帝通过救主耶稣所赏赐人的怜悯甲恩典，甲咱众人三个伫地，三个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摆咧阮的祈祷。因为当主耶稣要降临的时，阮才发现，阮欠缺你的较大伫阮奉献互你的。阮才搁一摆知影，原来你对过去到现在一直牵阮咧行，是阮伫所行的路顶悬，有时搞怪，照阮家己的意思咧行。主求你怜悯阮，当阮咧点第三支的蜡烛的时，求你互阮搁一摆来看见阮的愿望。求你赏赐阮有喜乐，求你互阮伫即个期待中间，互阮的生命重新开始。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